好，大家站起来啊！刚才已经做很久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来运动一下。今天是父亲节，祝各位父亲呢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最好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，好吗？耶，对不对？大家举手出来，耶，大声一点，耶 ，OK， 好，我们开始。真正趣味。